先来看一个36岁姓苏的查某人，伫母亲节迄天哦，带2个囡仔到新北市中和的一间汽车旅馆，可能是啉酒甲食毒，情绪失控，用枕头挟死2个囡仔。当朋友发现哦，赶紧去报案。警方是表示，目前排除有其他的人涉案，详细死因搁会调查。互警方带走逃离离无讲话，伊就是真凶杀害2个亲生囡仔36岁姓苏的查某人。昨下晡，警车到新北市中和区一间汽车旅馆，有封锁线，因为2个囡仔被人发现死伫房间内。姓苏的查某人母亲节这一天带6岁后生甲9岁查某囝带入去，讲是生活压力大，疑似伫食酒甲其他饮料后，情绪一时失控，用枕头挟死家弟啊，一直甲朋友送食物件，才发现赶紧报案。目前呢，现场是排除有母亲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出的状况。那相关的死因，那我们目前在采证当中，也会后续会报请地检署来做刑事相验。囡仔阿公警方查咧进入命案现场指认，人魂被救，毋那是家属心痛。小区团队学校家底读的学校师长也拢唔甘，后向伊协助去班级辅导。孩子很喜欢画画，那平常在班上人缘也很好，蛮乖巧的。老师知道之后，其实老师非常伤心的，就是真的也是泪流满面。学校伫代志发生进前，就已经通报，家底2人是脆弱家庭。社会局启动关怀机制，定期访视，确定2人拢稳定读册。最近一摆面谈是伫5月7日，这2天是妈妈去学校请假。这个家庭并没有儿童虐待的通报，这2天是由妈妈协助2名未成年儿少请假。警方表示，因为姓苏查某人精神状况无稳定，现早起才会继续问调查清楚案情。2个囡仔真正死因，还佫等详验的结果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